主后2022年12月28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祷告上主，何等福气！圣经咱做伙来听读诗篇146篇第1节到第10节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！我的心神啊，着称赞上主。我一生要称赞上主，我活的日要唱歌称赞我的上主。毋通倚靠君王，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袂当帮赞。因一个断开就归途，因的计划伫迄日就落空。靠雅各的上帝帮赞的人真有福气。上主因的上帝是因的仰望。伊创造天地海，嘛创造其中万物，伊永远信实。伊为着受枉屈的人伸冤，伊赐食物互枵饿的人。上主透放受关押的人，上主互盲人会看见，上主扶起受压制的人，上主疼惜义人。上主保护出外人，扶持孤儿寡妇，以互歹人的路行袂通。上主会永远做王，锡安啊，你的上帝会代代做王。哈利路亚，称赞上主。以上，祷告上主，何等福气！诗人用俄勒做本首诗的开始甲结束，希望透过群体的呼吁，鼓励每一个人拢俄勒上帝。诗人大声开始俄勒，佮鼓励大家做伙来俄勒上帝，互性命的眼光无佮简单是倚靠人。伊讲，毋通倚靠君王，毋通倚靠会死的人，因袂当帮赞。诗人鼓励人回归用上帝做中心的生活，因为人无法度亲像上帝，袂当带互人任何拯救的愿望。人有极限甲限制，无法度逃过死亡。伫死亡的迄一刻，所有想要逃靠人的盘算，拢甲性命做伙消失。诗人向每一个听见甲看见的人发出呼吁，应当投靠上帝，就是雅各的上帝、锡安的上帝。人若愿意投靠伊，会是偌尔啊有福气啊！幸福伫倒位咧？诗人指出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，总是持守伊甲人之间的约定，伊甲受欺压的人、枵饿的人、防囚禁的人、看袂见的人徛做伙，为因心中正义，养饲、透放、扶持因，甲因斗阵经历生命中每一个哀痛、困苦的时刻。上帝也甲无关系的寄居者、孤儿寡妇徛斗阵，诚侪因的保护、扶持、帮赞因，甲因做伙经历生命中每一个孤单无助的时刻。这位上帝疼惜每一个愿意仰望伊、信靠伊、顺服伊、听伊的人。安尼的人是偌尔啊有福气，因为上帝是甲伊同在的真神。这位上帝要成做众人的帮赞，伊永远带点伫伊子民的中间，甲因徛做伙，为着要拯救因，成做因生命的君王，带领因带因的心，互每一个甲伊徛做伙的人，拢有对天来的仰望。诗人讲述这个了后，还阁再提醒因爱俄勒上主。有时阵生命的哀痛、困苦、孤单无助，是毋是互咱袂记得怎样开喙俄勒上帝咧？有时阵生命的境况，是毋是互咱袂记得上帝是信实的神，
袂记得伊甲咱徛斗阵，直到死去黄梦咧。现实生活的困境，总是互人想要伸出双手去掠着任何通互家己脱离困境的瓦壳，就亲像渡水的人伸手想要掠着漂流来细细的浮柴，掠做安尼就通得救，实上却是枉然。只有上帝是咱的帮站，值得咱投靠。伊知影咱的心情，伊保护扶持每一个愿意尊伊做主、尊伊做大的人。诗人的呼吁，鼓励每一个看见、听见的人爱投靠上帝，互咱搁一遍对学了开始，生命要有无共款的看见。默想，互咱做伙对心发出学了上帝。看见伊的创造，也看见伊的悲悯信息，就伫咱的身边。互咱做伙对心发出学了上帝，看见伊的创造，也看见伊的悲悯信息，就伫咱的身边。咱同齐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感谢你的带领。互我重新调整眼光，对焦伫你，伫我人生的道路，愿你看顾、保守、施恩互我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